大家好，我係林 Sir。咁最近咧就有啲朋友咧就問我，林 Sir，你自己喺保安呢行咧就做咗咁耐啦，咁有經驗啦，而且自己都係做間保安公司老闆啦，咁你可唔可以教我哋點樣開間保安公司咧？啊，既然有朋友咁問咧，咁我就想了解下大家究竟係咪真係有意思開嗰間保安公司？所以咧，我想喺度做一個簡單調查。假設你係真係有心想開保安公司嘅，你可以留言俾我。但另外一個問題就係，假設人數多嘅，我開夠開保安公司嘅課程，你哋願意俾幾多學費我咧？咁首先咧，我會收集呢啲基本資料先。如果人數夠嘅，學費咧就合理嘅，我會安排時間拍攝一個教大家開間保安公司嘅程序。咁大家可以喺留言資料俾我。當我搜集足夠資料之後，我就會幫大家整有關嘅課程。OK，到時有需要再聯絡。